咁秋天其實最大問題一個就係乾燥，另外一個咧就係上火。咁今日就教大家做3款喺辦公室用養生壺都可以煮嘅廣東秋日滋潤湯水。第一款係老廣經典聖補涼，用到嘅食材有。咁呢度就要注意啦，我哋今次用到嘅淮山呢，就係一個乾嘅淮山，因為乾嘅淮山佢嘅健脾去濕效果就會比新鮮嘅強好多。跟住將所有食材先清洗下，因為都係乾貨，表面都係有啲灰塵嘅。洗好之後呢，將湯料全部倒入去養生壺入邊，加入適量嘅清水。呢個湯就真係好適合嗰啲入秋之後容易上火、濕氣重、經常冇精神嘅人，唔使加肉都可以飲到淡淡嘅清香。辦公室煮一壺就可以飲一日。中意甜嘅話，亦都可以加啲冰糖嘅。煮好之後，湯色清澈，入口清甜，入邊嘅湯料都可以食嘅。入秋之後，如果成日覺得喉嚨乾，甚至容易咳嗽嘅話，呢個茅根竹蔗水就好適合大家，飲起身好清甜。今日用嘅呢係乾嘅雪梨同埋竹蔗，如果屋企有新鮮嘅，亦都可以直接用，味道會更加清甜。乾料稍微浸泡10分鐘，煮出嚟呢就會更加出味。全部倒入去養生壺入邊，加水煮就得噶啦。差唔多煮30分鐘左右，湯色變金黃就 OK。煮一壺，一家大細都可以飲，而且唔單止係秋天，一年四季都適合。夏天嘅時候放喺冰箱冷藏一下再飲，直接代替飲料就好健康啦。第3款就係應對秋燥嘅雪梨玉竹百合湯，皮膚乾、喉嚨唔舒服、瞓唔好嘅時候都可以飲一碗。將清洗過嘅湯料全部倒入去養生壺入邊，湯入邊加咗銀耳，所以有時候晚上我就直接飲一碗當晚餐，既滋潤又方便。忙完一日之後再飲一啖，成個人都舒服晒。3款嘅滋潤湯水我哋就介紹完啦。咁喺下一條視頻我就會繼續同大家分享3款帶肉嘅廣東秋日養生嘅一啲滋潤湯水，大家記得關注啦。